为了节烟人员的灵感，我写了一首我觉得很神奇的一首歌，就是我们或许太习惯了，像喝水这件事情、用水这件事情，现在实在太方便了，水龙头一打开就是水。可是跟我差不多，才差50岁吧，阿嬷那个年代，他们居然是一桶一桶挑水挑回家的。现在一直看阿嬷的生活还是那么节俭，水龙打开就有了，可是她还是很节省，水龙头开要用多少就拿多少，很节俭的在用水。我写了一首歌叫《取水歌》，然后给大家听听看吧。呜啊呜啊呀那咿哟咿耶，呜啊呜啊，呜啊呜啊呀那咿哟咿耶，呜啊呜啊。呜啊呜啊呀那咿哟咿耶，呜啊呜啊呀那咿哟咿耶，咿哟咿耶。呜啊呜啊呀那咿哟咿耶，呜啊呜啊，呜啊呜啊呀那咿哟咿耶，呜啊呜啊。呜啊呜啊呀那咿哟咿耶，呜啊呜啊呀那咿哟咿耶，咿哟咿耶，咿哟咿耶。咿哟咿耶，咿哟咿耶，谢谢。